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小耳朵聽故事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繪本叫做《愛心線》。小朋友，你哋知唔知道我哋每個人嘅心裏面都有一條睇唔到嘅線呢？呢條線呢，穿過花園，越過高山，將爸爸媽媽、哥哥姐姐，仲有世界上好多好多人嘅心緊緊地連喺一齊。無論我哋離得有幾遠，呢條線都會讓我哋感受到愛同埋溫暖。今日我哋就嚟聽聽呢條神奇嘅愛心線到底係點樣將大家連喺一齊呢？打開你嘅小耳朵，一齊進入故事世界啦！我哋多謝作者布魯克·博恩頓休斯。有一條線，一條隱形嘅線，緊緊扣住我同你個心。就算我哋互相唔認識，我個心依然與你緊緊相連。穿過花園，穿過道路，飛過城市，越過森林，我個心與你緊緊相連。我開心時，你陪我；你難過時，我陪你。當你歡笑，我見到你散發出光芒。飛過山脈，越過原野，無論係晴空萬里，定係狂風暴雨，我個心依然與你緊緊相連。當你感到孤單或者失落，諗下呢條隱形嘅線，就算係最黑嘅夜晚，我個心依然與你緊緊相連。穿過沙漠，越過海洋，飛過高山，越過河流，我個心依然與你緊緊相連。我個心與你相連，你嘅心與我相扣，越過陸地、海洋同天空，我個心與你相連，你嘅心與我相扣，我哋嘅心緊緊相連。故事就講完啦，真係好多謝作者為我哋創作咗呢一本咁溫暖嘅故事。愛心線嘅故事雖然簡單，但係作者利用詩意嘅文字、溫暖同埋細緻嘅圖畫，想同我哋分享嘅係呢一條繽紛嘅線條，從日常生活嘅場景中引領我哋見到自己同世界嘅關係，睇到人與人、人與物種最溫暖又美好嘅連結。而維繫呢個連結最重要嘅力量就係愛。只要心中有愛，用具體嘅行動對他人釋出善意、關懷同埋微笑，心中嗰條愛心線就能夠跨越有形同無形嘅距離同埋時空，讓每個人同物種緊緊相連，令到世界因為愛、關懷同埋善意而變得美好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個故事，可以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記得去撳訂閱嘅掣，仲有隔離嗰個小鈴鐺，當我一出新故事嘅時候，就可以通知你啦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